好，呢一題咧，我會分兩拍嘅，因為都比較長嘅。咁啊，先睇第一科啦。咁佢話咧，一間公司咧，如果賣嗰啲飛機啦，咁就數量嘅生產咧就有以下呢條公式。咁佢俾咗兩條式你，一、二。咁 correct to nearest integer，睇你個答案都冇可能靚噶啦。咁啊，照式入去啦。n 0等於0 a， 咁任何嘢嘅零次方都係1嚟噶嘛，所以 a 減56加 b 等於0。咁 b 做 subject 啦，所以56減 a 為一式。咁第二條式就 n4啦，代翻入去 n4等於13 a e 負0.1乘4減56 e 負0.2乘4，再加翻 b 等於13。第二式，咁將第一條式塞入嚟啦 ，put 1 into 2 a e 負0.4減56 e 負0.8加翻56減 a 等於13。由於我哋要計 a 啦，所以我哋 a 抽個 common factor 出嚟啦。咁其他嘢掉晒個對面啦。13減56再加翻56 e 負0.8，跟住最好自己就逐個撳計數機啦，即係呢度小心啲撳計數機，唔好撳錯啦，撳錯我都幫你唔到噶啦嚇。好，最尾咁我呢度冇撳啊，我直接撳睇答案啦，佢就54。咁所以你 put 翻入去咧，咁 b 就等於56減54。咁都係2啦。咁由於攞 integer 做啊嘛，咁呢度就係啦。跟住 B part 咧，我會做埋 B1 同埋 B2嘅。咁 B1 咧就係講佢買一部飛機咧就7蚊，成本就2蚊，最後運間工廠咧就10蚊，唔係10蚊，100萬係 million 係。咁佢想知個 profit 係咩？咁 profit 係售價減翻成本啊嘛。OK， 所以咧佢嘅售價咧淨賺咧就係7減2，再乘翻 NT 嘅數量，再減翻10。咁呢度5啦，佢嘅數量就係、由於我哋 A 計咗，我哋當54啊嘛。OK， 我睇翻條式先，54 e 負0.1t， 再減翻56 e 負0.2t， 跟住再加翻減10，咁你乘翻開佢啦，因為個10啱啱好臨尾減走咗，咁你唔乘開就咁咯。都係乘開佢好啲。咁乘翻開佢就270啦 e 負0.1t， 跟住乘翻開，咁我10就冇咗噶啦，10因為都減走咗。呢個 B1， 好啦 B2 問咩咧 ？B2 問 D 咗一次，咁呢嚿嘢直接 D 啦，都冇乜特別難度喺。DE 出 E， 不過要稱污，出翻負0.1，後邊一樣280 E 負0.2t，D 翻自己稱污負0.2，簡化佢啦，即係負27 E 負0.1t 加即係28除5啊。E 負0.2t， 咁呢個 D 完一次啊，咁呢條片到呢個為止啦。